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语文学读册会记录报道。我是比安卡。你敢捌听过食柑？你敢知影食柑是啥物意思？另外，你当时会讲新闻，当时会讲新闻。今仔日的记录报道真趣味，你甲听落去就知。这个记录报道是读册会进行的时阵，读册伴甲讨论的重点，也是有志的感想记录落来。期待透过记录报道，互读者会使学到更较侪和册的内容有关系的知识。这回要甲大家做伙读的报道是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2022正月初9第20回，陈明仁台语文学选第224页到232页，集3小说选环保命案渔船警察的经验。记录报道作者阿关。这回读到做警察的主角，你要查到凶手啊！去甲警司报告，这案是无才害命。警司毋若无像进前骂伊，颠倒学了讲要报顶头甲伊记功。刷落来，警司将所有环保命案的资料收起，佮讲换伊家己接手。若破案，功劳要算主角的。无经过2工，主角就互公文派去别个分驻所，新闻嘛无报即桩命案。太安尼，剧情就莫伫遮逼，毋过大家可能约会到啦。环保命案这篇故事，上早是刊伫1996年台文网报第11和第12期，是第一篇台文探侦小说。后来敢阁有？若有人读过其他好看的台文探侦小说，请报互大家鼻芳一下。读阿仁的作品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有通知影真侪旧歌，像这篇小说以文学所唱的《再来的港都》这条歌贯穿，袂输戏出的主题歌，表现出这个菜鸟仔警察无背景，煞互派去驛贴渔船食头路的忧闷心情。另外，捌听阿仁接受访问的时阵讲，伊的作品内面强在女性较毋是传统可怜迄款，是较有想法的。像这篇小说的女主角，真巧，佮知影去倒位插线索，落尾嘛知影凶手是谁。故事内底安排男主角讲，带巧某的查甫人是真艰苦。对这句甲看起来，颠倒是查甫人的观念较传统哦。讲到这，读册会足够讲笑开俗语的阿昌，即摆伫阿昌专栏分享2句俗语。第一句是歹劳累骨，歹翁累某。第二句是翁若知情，某就清闲。这2句形容的情形，拄好和最近娱乐界的大新闻相倚。毋过，若甲俗语内底的翁和某相对换，嘛是会通。因为婚姻关系2人本正就互相，双方拢做因认定的好劳好果，有知情互对方清闲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刷落来，要甲找呢4个趣味的字词分享互大家。第一个，错动旋，是私底下骂人，若错干交，就是伫人面头前骂。比如讲，补选罢免了，你若心情无爽快，结果错动旋，毋通错干交，较免互人告公然侮辱。第二个，某死啊，阁看甲迄骹屎桶，
即句伫小说内底的意思是：代志都到遮啊，免要意，免惊啊，都安尼啦。第三个，食干是咧形容困难硬斗的意思。即回纪录报道图的内容，就是对册内面选出来写着食干的语句。要调查遮的事项，毋是偌食干的工课。食干即个词，目前词典还查无。阮对台语文语词检索资料库去查文献，敢若查到2篇，拢是阿仁写的。第一篇篇名是路树下的杜伯仔，刊伫1999年的台文网报第34期。即句是安尼写的：占的是伫公司上食干的业务部，竞争真激烈。第二篇篇名是台文网报出世，由台文网报的编委会陈明仁、陈鸿辉所写，刊伫头期。内容是安尼讲：台文运动到即个坎站，作品还阁真欠。上食干的是刻画甲原住民系统的台文创作，真仰望即方面的作者较摒势咧。若有朋友知影别个作品嘛有人写过食干即个词，请甲阮分享哦。第四个，新闻也是新闻，发音无同，意思就无同。读册盘讨论的结果，发现有2组人读法拄好颠倒版。第一组是即篇环保命案的作者阿仁，甲一寡读册盘。心读第1条，新闻意思是咧讲心肝糟糟闷闷，是形容词。若读第7条，心闷就是思念的意思，是动词。阿仁接受过中央广播电台《时政也秘密》的节目访问，伫2019年3月25播出，主题是新闻甲生命技术。内底有伊对新闻和新闻2个词的见解，大家会使去听去了解一下。第二组是有的读册盘，心读第1条新闻的时阵，是咧讲思念，是动词。若是读第7条新闻，就是形容词，形容心肝糟糟闷闷。咱的读者，恁是安怎读咧？欢迎甲大家分享哦。以上就是今仔日介绍予大家的纪录报道。恁若有兴趣参加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，请甲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联络。节目就先到这，咱后回再会。